各位主內朋友，大家好！我謹代表基督教國際神學院，前身係基督教國際培訓中心，同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。經過幾年嘅禱告同埋籌備，CITC 將於2025年秋季同香港嘅播道神學院合辦一個新課程，就係道學碩士英國 Master of Divinity UK。我哋開辦呢個專為培育蒙主呼召做專職傳道人嘅課程，係因為睇見上主喺英國做大事，佢興起好多有心嘅華人信徒，去要牧養呢幾年突然增長嘅華人移民群體。呢啲有心人中有不少係希望接受中文嘅神學教育，但係英國現時呢係冇用廣東話授課、普通話即時傳譯嘅牧職訓練課程。所以我哋兩間神學院為咗回應父神嘅呼召，就開辦呢一個課程，目的係要滿足時代嘅需要。英國教會喺呢幾年因為移民潮嘅原因，產生好大嘅變化。呢啲嘅變化都叫教會裏邊咧產生好多唔同嘅需要。究竟 CITC 同埋播道神學院可以點樣回應教會呢啲嘅需要呢？過去幾年我哋都帶住等候嘅心嚟到去求問上帝，感謝天父。我哋播道神學院有好多位嘅老師都願意同 CITC 一齊去合作。我哋期望兩間學院合辦道學碩士 MDiv 嘅課程，可以培育到愛教會嘅時代工人。我哋兩間學院都係好重視靈命塑造嘅。我哋都好期望除咗線上課程之外，仲有一啲具創意嘅活動安排，幫助同學學術靈命都可以大家有長進，同時得到整合。播道神學院都期望透過老師嘅教學、圖書館所提供嘅資源，讓同學可以帶住愛同埋熱誠，將真理宣講，培育教會。呢個課程嘅特點，亦都係貫徹我哋 CITC 4個嘅特色，就係包括扎根英國、教會並肩、師生同行同埋生命轉化。簡單嚟講，我哋通過兩個層面去達到呢4個嘅目標。第一就係處境性，整個課程我哋唔單止具有提供嚴格嘅神學訓練，我哋同時整個課程亦都具有英國本土嘅特色，例如好多嘅科目都係去讓同學認識更多英國嘅教會、歷史、文化、社會、宗教等等。我哋同時亦都同本地嘅神學院同埋本地嘅牧者合辦課程，務求讓同學更多認識英國本土嘅福音需要。第二方面係實踐性，我哋希望我哋嘅同學能夠成為有實戰能力嘅全職侍奉者，即係話佢哋又到地同埋又貼地。同學同時亦都認識更多本地嘅教會，甚至係福音機構、醫院、監獄、難民營等等。所以同時佢亦都學懂點樣牧養兩文三語嘅華人教會，加上生命嘅培育，讓佢哋成為一個有承擔使命、回應時代嘅上主工人。我哋 MDiv 嘅課程設計全面，一共96個學分，全時間修讀嘅話，只需要喺3年之內就可以完成；而部分時間修讀嘅話，則需要喺10年之內完成。必修嘅科目一共23科69個學分，涵蓋聖經研究、系統神學、教會歷史，以及針對英國華人教會處境而設嘅實踐神學科目，例如英國處境嘅倫理學，等你深入認識神嘅計劃、聖經智慧同埋教會嘅使命。此外，呢一個課程更加係彈性設計，提供6科18個學分嘅選修科，俾同學可以涉獵唔同範疇嘅神學，或者主修聖經神學或者實踐神學。而為咗俾同學更加了解英國教會嘅需要，我哋要求同學至少選修1科以全英語教學，或者同本地英語神學院合辦嘅科目。靈命同埋實習培育都唔係坐定定自己一個喺度進行嘅喎，當中都係用好多嘅歡笑同埋眼淚去轉化天國工人嘅生命。因此 CITC 特別為同學安排咗9大學分、10大項目。除咗屬靈友師、關心小組、靜修操練等等去幫助個人成長，同學喺教會或者機構實地考察實習嘅時候，亦都擴闊眼界，認識教會傳統同埋需要。
畢業之前，同學同小組合作完成一項實踐項目，加強群體協作嘅經驗。呢10大項目務求令到同學可以身心靈得到全面發展之餘咧，亦都喺實際嘅場景咧，透過團隊合作發揮恩賜，將理論實踐。我叫黃宇軒，大概喺3年之前，我係有意報讀香港播道神學院嘅相關課程。大概一刻，神巧妙咁樣將我帶嚟英國嘅愛丁堡。更加巧妙嘅係喺出發之前，令我知道喺愛丁堡都有由香港牧者所舉辦嘅神學課程。好感恩過去2年可以喺基督教國際培訓中心裏邊進修，將所學嘅同人分享查經。更加估唔到嘅係喺3年之後，可以喺英國有機會報讀播神牧職訓練課程嘅機會。感謝神。我叫 Carol， 我準備在 CITC 進修道學碩士。選擇 CITC， 除了因該學院有很多資歷深厚愛主的導師，它的課程設計更是根據英國本土的特色和當地華人教會的需要。由於我服侍的群體多數是華人，我希望能用中文接受裝備，而 CITC 也是英國目前唯一能用中文授課、有實體網上雙軌課程的地方。雖然開辦道學碩士係需要好多人力物力，但我哋認定用心血去栽培高質素嘅傳道人係值得嘅。所以我盼望有心侍奉主嘅肢體報讀呢個課程，亦都盼望眾教會以經濟禱告支持我哋，以致有更多工人可以被主打發去禾場收割莊稼。如果有興趣更加多了解呢個課程，歡迎報名參加我哋4月26號舉辦嘅課程簡介會。詳情可以去我哋嘅網址，或者透過以下嘅 QR Code 報名。期待見到你。